上帝感谢俄罗你，互阮伫这个主日的早起时，会通圣殿来敬拜。全能的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能够在圣殿中敬拜您。求主透过你圣经真理的教示光照，感动阮，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拄着你。求主透过你圣经真理的教导、光照，感动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遇见你。会通拢得到今仔日所应得的信息，坚固阮的信心。都能够得着今天所应得的信息，兼顾我们的信心。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今仔日的题目是喜乐，所以咱要逐先来分享一个犹太人属灵的小故事，互大家做伙来放松心情来分享今仔日所敬拜的喜乐。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喜乐。我们要先分享一则犹太人属灵的小故事，让大家一起放松心情，来分享今天敬拜的喜乐。当犹太人伊要讲俄勒主的时阵，伊会讲布鲁哈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讲俄勒迄个姓名，就是俄勒主的意思。当犹太人要赞美主的时候，会说布哈香，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颂赞那圣名，就是赞美主。我以为大家拢知影，迄无人驾驶的飞机是犹太人发明的，咱咧拍电的手机啊嘛是，要制造汽车。我们大家都知道，无人驾驶的飞机是犹太人发明的哈。那手机也是，他们也制造汽车。这小故事跟以色列汽车有关的。当咱大家开车的时候，咱拢用汽油，但是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车，这个车就是用声音来控制的。这个小故事是和以色列汽车有关系。当大家都开车的时候，都用汽油。犹太人有一部很特别的车子，这个汽车是用声音控制的。伊的名是叫做布鲁哈闪俄勒主。它的名字叫做布拉香赞美主。你刚才讲布拉哈闪车就会驶去。不要停来，伊就讲阿门，伊就停来。你只要说布拉香，车子就开动；不要车子停下来，你就说阿门。早起时，这犹太人伊真欢喜，坐这台汽车，对这台车讲，不拉闪，车就开去啊。有一天，这个犹太人他就兴高采烈地坐上这辆汽车，他对着这个汽车就说不拉闪，车子就开动了。伊开伫以色列的街仔路，非常欢喜，伊真正是心要俄勒主，一路上伊就不拉闪俄勒主。他就开在以色列的街道上，非常高兴。他真心要赞美主哈，一路上就是不拉响的赞美主。车就一直往头前开，过无偌久，突然间伊看见伊的车得要去到一个悬崖遐。车子就一直往前开，不过过了不久，突然他的车子快要开到悬崖的边缘了。伊拄仔伫要到迄个悬崖头前，这个人赶紧发一个阿门。车子快要到悬崖那一刹那，犹太人赶快喊阿门。车拄啊停悬崖边缘，才煞就落落去。这人惊一个规身躯拢浸干。车子刚好就停在悬崖的边缘，差点就掉下去。这个犹太人吓了一身冷汗。伊的性命保掉了，无拄着危险，实在足欢喜的。他的生命就保住了，没有遇到危险，实在太高兴了。所以对内心真正要感谢俄勒主，所以就布鲁哈闪俄勒主。他从内心真的要感谢赞美主，所以他就说布拉响。车子又向前开动了。这是咱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小故事。咱今天的题目是喜乐吼，喜乐是生活中一个真好的信心的见证。喜乐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信心见证。咱早期的圣经里头就讲爱常常喜乐，祈祷无停，凡事感恩。圣经有写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喜乐是基督徒的记号，也是得救的凭据。喜乐是基督徒的记号，也是得救的凭据。因为喜乐是对内心满足的表达，也是对上帝信心顺服的一个见证。所以保罗甲咱讲，恁着靠主常常喜乐。因为喜乐是从内心满足的表达，就是对上帝的信心很好的一个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勉励我们说：你们要
靠主常常喜乐。咱遮有圣经节吼，咱拢用中文做伙来读第一段的圣经节的经言。我们一起在那个 PowerPoint 那里有一个有圣经节，我们用中文来一起念。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良药可靠而医病，忠言逆逆而医行。人生在世，难免一寡毛病，加少咱的言行，拢会行差踏错。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生在世，身心难免有一些毛病，言行多少会说错走差。俗语讲先人拍鼓有时错，行路打叉啥人无？俗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咱拢毋是完全人，所以吼，咱无论是咱的身躯，还是咱的心灵，拢会破病，拢需要医治。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无论是身体上或是心灵上的疾病，都需要医治。主耶稣伫马可福音第2章17节有甲咱讲。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2章17节有告诉我们，请问大家一起念：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就是耶稣以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工作的一个使命。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工作使命。特别也是在末世时代，咱世界不坏的代志，以及争夺天然的灾害、地动、大水带来的灾难以外，世界各位拢因为着丧凶、破病、战争、凶杀以及经济风暴带来予社会、家庭、个人的灾难。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世界不法的事日日增多。天然的灾害、地震、洪水所带来的灾难之外，因为贫穷、疾病、战争、凶杀以及经济风暴所带给社会、家庭或个人，无论是信徒还是无信的人，拢会带来各种的生离死别、牵肠挂肚的哀痛、悲伤、痛苦。不论信徒或者是不信的人，各样的生离死别、牵肠挂肚的哀痛、极其的悲伤痛苦。加上全球性的气候暖化所带来未知性的灾害，核子炸弹的威胁，核能辐射真外流的恐怖。加上全球性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未知的灾害，核子炸弹的威胁，核能辐射外漏的恐慌。世界各位的百姓，咱面对愈来愈侪的灾难，人心惶惶不安。造成所谓的提心吊胆、心惊胆吓的忧虑。世界各地的百姓面对越来越多的灾难，人心惶惶、焦虑不安，造成所谓的提心吊胆、心惊胆战的忧虑。当咱一个人的生命旅途的旅程的中间，若是心中无上帝做咱的主宰，咱的生活内面若无圣灵，互咱的智慧甲引带，咱就会落伫一个无有平安、充满恐慌的处境的内面。当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如果心中没有上帝做他的主宰，生活中没有圣灵给他的智慧引导，就会落在一个没有平安、充满恐惧的处境中。就亲像圣经所描写的，忧伤的灵互屈孤达，要医治忧伤，只有喜乐这贴良药。就像圣经所描写的，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要医治忧伤，只有喜乐这个良药。所以人一定要有上帝的喜乐这贴药，咱才有一个喜乐的心。所以人一定要有上帝的喜乐这个药，才能有一颗喜乐的心。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咱做基督徒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基督徒要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喜乐的生活。特别是咱特别学习做一个仆人来侍奉教会团契的时间，要宣扬福音、拯救人灵魂的时阵，迄时阵魔鬼撒旦就真不甘愿，真不服。特别是当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仆人来侍奉教会团契的事工，要传扬福音、拯救人的灵魂的时候，
魔鬼撒旦就会很不甘心、很不服气。亲像圣经有甲咱警告哦。就是圣经警告我们说，咱来读第3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第3节的圣经节。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当基督徒咧听主、咧服侍主，也领受主的听的时阵，魔鬼撒旦伊就当然要咱看作伊的眼中钉。所以，当基督徒爱主、服侍主、要领受主爱的时候，魔鬼撒旦当然要把我们看作他的眼中钉。魔鬼伊要想尽办法来迫害咱，来对付咱。他要想尽办法迫害、对付我们。魔鬼撒旦的方法就是制造灾难困扰，互人忧愁烦恼，互你困袂去，食袂落饭，做袂好代志，读经无光照，祈祷无信心，侍奉无规律。他的方法就是制造灾难和困扰，叫人忧愁烦恼，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做不了事，读经没有光照，祷告没有信心，侍奉没有能力。因为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抵挡上帝的旨意，要把人带去到毁灭的地步。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抵挡上帝的旨意，要把人带到毁灭的地步。基督徒对付魔鬼上最好的方法，就是靠主来的恩典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基督徒对付魔鬼撒旦最好的方法，就是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这是一个真好的信心的见证。这是一个最好的信心见证。所以，咱需要上帝的道，咱需要上帝生命话语、会语来做一条良药，来赢过任何的试探。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道、上帝的生命的话语作为我们的良药，来胜过任何的试探。使徒保罗写批予腓立比教会，这个书信的主题就是伫基督内面的喜乐。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书信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喜乐。如果咱若知影讲伊咧写这张批的背景的时阵，咱就会深深受到感动。如果我们知道他在写这封信的背景，我们就会深受感动。因为伊写这张书信是用关伫监狱内底受苦的时阵所写的。因为这卷书信是他被关在监狱里所受苦的时候写的。有一段圣经咱真熟悉哦，是记伫《使徒行传》16章31节，伊讲：因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一家拢要得到救。这里有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就是咧描写保罗甲西拉，伊为着传福音，去互关伫腓立比的监狱内底，因的心中也是充满喜乐，半暝起来唱诗讹了上帝，互监狱震动，结果救了咧固守监狱的兵丁一家人，互因悔改来信主。这段圣经解释描写保罗和西拉，为了传福音被关在腓立比监牢里，他们心中充满喜乐，半夜起来唱歌赞美上帝，使监牢震动，结果救了看守监狱的那个禁主一家人都悔改信主。咱这世间上有真侪人身躯是自由的，却是心灵和忧伤所捆绑。这世上有很多人身体是自由，但是心灵却被忧伤所捆绑。也有人虽然肉体去用关押，心灵却是自由开放的。也有人虽然肉身被关禁闭，心灵却是自由开放的。第20世纪中国基督教上重要的一个传道人王明道先生。20世纪中国基督教重要的传道人王明道先生，因为伊拒绝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2摆互中国政府用反革命的罪，甲伊关伫监狱内底。他因为拒绝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2度被中国政府以反革命罪逮捕关在监狱。伊捌伫监狱内底受到真大的迫害、痛苦，受袂了，来屈服，被迫来写一个自白书。他曾经承受不了在监狱中所受到的极大迫害，而屈服，被逼写了自白书。伊互逃放出去监狱，转去厝了后，身躯虽然自由心灵却也说家己亲像犹大出卖耶稣所无平安。他被释放出监狱回家以后，身体虽然自由了，可是心灵却以为自己像犹大一样出卖了耶稣而没有平安。
所以伊佫走倒转去家甲讲，我也无爱做犹太，你佫甲关伫家甲吧。所以他又跑回监狱里说：“我不愿意当犹大，你们把我关在监狱吧。”了后，伊受判无期徒刑，但是伊的心中反倒充满喜乐。之后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反而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伊有份甲听伊的主做伙受苦，也做荣耀。因为他与爱他的主一同受苦为荣。王明德以后，佫受关20几年，到1980年，才提早出狱。对打了后，伊将来都无佫放弃伊的信仰。之后王明道先生又被关了20几年，直到1980年才提早出狱。从此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保罗伫腓立比关伫监狱内底，伊身躯无自由，但是伊的心靠主的恩典是自由的。保罗被关在腓立比监狱里面，虽然没有自由，但是他的心靠主的恩典却是自由的。伊虽然被关家，还佫会当唱歌学了上帝，佫会通写批来勉励教会爱喜乐。他虽然被关，还能够唱歌赞美上帝，并且写信勉励教会要喜乐。伊也把喜乐的秘诀写伫腓立比书内底。他把喜乐的秘诀也写在腓立比书里面。所以，咱做基督徒活伫世上的时阵，咱难免拢会拄到苦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上的时候，难免会遇到苦难的问题。咱有难题，咱就想办法去克服、去解决。我们有了难题，就会想办法去克服、去解决。咱的办法拢写伫圣经的内面。离开圣经上帝话语，咱就无有办法。这个办法都写在圣经里面哈。那离开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咱爱对上帝永生之道圣经内面去敲找去敲找苦中艰苦中的喜乐之道。所以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永生之道圣经里面去寻找苦难中的喜乐之道。腓立比书拢总有4章，每一章拢提供一个人，拢提供互咱会当赢过苦难、满有喜乐的方法。腓立比书一共有4章，每一章都有提供一个叫人能够胜过苦难、满有喜乐方法。来教示咱要安怎在苦难中活出喜乐的见证。教导我们如何在苦难中活出喜乐的见证。腓立比书第1章勉励咱唔通灰心失志，就有喜乐。第1章勉励我们不要灰心失志，就会有喜乐。第2章教咱讲唔通结党纷争，就有喜乐来做一个结论。第2章是不要结党纷争，就会有喜乐的做总结。第3章教咱讲唔通骄傲自满，只要按着标杆直跑，就会得到主的奖赏的喜乐。第3章告诉我们不要骄傲自满，只要向着标杆直跑，就会得主奖赏的喜乐。第4章就是咱今仔圣经在讲恁着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祷、祈求甲感谢，将恁所要爱的甲上帝讲，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伫基督耶稣内面保守恁的心怀意念。第4章就是今天的圣经解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第2项，苦难甲喜乐两个合起来呢，就是咱今仔日地面上的教会的光景。第2点所要讲的是苦难和喜乐两者合起来，就是我们现今地上教会的光景。咱知耶路撒冷教会是亚洲有史以来第一间设立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亚洲有史以来第一个设立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了后，接来就是基督教遭受大迫害的苦难，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经历苦难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以后，接着就是基督教遭受大迫害的苦难，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经历苦难的教会。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保罗伫腓立比城对一个叫做鲁底亚姊妹基督会开始所建立的教会。在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保罗在腓立比城，从一位名叫吕底亚姐妹的祷告会开始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爱伫主的内面喜乐，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充满有喜乐的教会。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要在主里喜乐，所以说，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充满有喜乐的教会。
所以咱会通安尼讲，亚洲的第一个教会的特色就是苦难，欧洲第一个教会的特色就是喜乐。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第一个教会的特征是苦难，而欧洲第一个教会的特征是喜乐。这个苦难甲喜乐两个合起来，就是咱今仔日地面上教会的光景。这苦难和喜乐两者合起来，就是我们现今地上教会的光景。因此呢，咱的教会生活，咱伫教会生活难免就有苦难，也应该就爱有喜乐。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难免有苦难，可是也应当有喜乐。总是喜乐，就是赢过苦难上介好的方法。然而，喜乐就是胜过苦难最好的方法。咱若明白这个真理，咱伫咧服侍教会，就无搁灰心丧胆。我们若明白这个真理，在教会服侍就不会灰心丧胆。咱只要伫基督内面信心坚定，持守伫伊的真道的顶面，咱就会通赢过所遭有一切的烦恼忧愁，一切的苦难重担，会通伫主的内面有喜乐。我们只要在基督里信心坚定，持守在他的真道上，我们便能够胜过所遭遇的一切忧愁烦恼、一切的苦难重担，而享受在主里的喜乐。伫旧约时代，上帝选民一切的百姓。因上期待的喜乐，就是伫律法中的安息日。在旧约时代，上帝选民以色列百姓最期待的喜乐，就是在律法中的安息日。伫迄天，大家拢放下俗世的工作，做伙到圣殿敬拜上帝。在那一天，大家都放下属世的工作，一起到圣殿敬拜上帝。就亲像大卫王伫诗篇122章22篇所写的。就如同大卫王在诗篇122篇第一节所说的。咱做伙来读第4段、第5段的圣经记载诗篇。一起念。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咱伫这个新约的稳定的时代，咱无要搁守律法中的安息日。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不再守律法中的安息日。但是咱要庆祝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赢过死亡来过我的这个主日来喜乐。但是我们要庆祝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而复活的这个主日来喜乐。所以基督徒伫每一个礼拜日，大家组织伫礼拜堂做伙敬拜阿拉上帝。所以基督徒在每一个礼拜日大家聚集在礼拜堂一起赞美上帝。因为咱来到上帝面前，咱的心灵就有基督满足的喜乐。因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心灵就有基督满足的喜乐。大卫的一生一世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耶和华上帝起造圣殿。大卫一生一世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耶和华上帝建造一所圣殿。但是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伊无爱一个老过人的花手来为伊起造圣殿。但是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不要一个流过人血的手来为他建造建造圣殿。所以伊就将这个起造圣殿的工作留予大卫的囝所罗门王来做，因为所罗门王是称作和平的君王。所以就把建造圣殿的工作留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做，因为所罗门王是称为和平的君王。大卫呢，伊就顺服上帝的旨意，伊就有备了建筑的材料，交予伊的囝所罗门来承办。大卫就顺服上帝的旨意，预备建筑材料，交给儿子所罗门来承办。但是大卫的心犹原迫切想念圣殿的事。但是大卫的心仍然想念圣殿的事。伊伫诗篇27章有甲讲，咱请来读第6节。他在诗篇27章第4节有这样子说，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伊一生一世要踮圣殿中来仰望上帝的荣光，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卫要一生一世住在圣殿中瞻仰上帝的荣美呢？大卫伊是经历各式各样苦难的人，伊攀过大大小小的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呢，伊需要亲近上帝。
伊需要来圣殿来寻求安息，来仰望上帝的荣光。大卫是经过各式各样苦难的人，他背过大大小小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他需要亲近上帝，需要到圣殿寻求安息，瞻仰上帝的荣美。咱今仔来到教会，也是来要仰望上帝的荣光。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也是要瞻仰上帝的荣美。上帝的荣光伫倒落呢，就是伫十字架。上帝的荣美在哪里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点来讲起上帝的荣光。十字架默默地诉说上帝的荣美。伫各各他山顶的十字架顶，主耶稣的宝血一点一滴为着咱流出来。在各个他山的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点一滴的为着我们流出来。这个十字架就是天父上帝的大疼完全的彰显。这十字架就是天父上帝的大爱完全彰显出来。如果若无十字架，就袂通见证上帝对咱的疼。如果没有十字架，就不能见证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教会的讲台就是要分得为圣，要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所以教会的讲台就是要分别为圣，要按着正义分解圣经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爱高举十字架的赎罪恩典，爱传讲十字架主宝血的功效，来彰显上帝的疼甲上帝的荣耀。高举十字架的赎罪恩典，传讲十字架主宝血的功效，来彰显上帝爱和他的荣耀。咱知影上帝疼世间人，就把伊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赐予咱，叫一切相信伊的人，无地高袂无，反转得到永远活。我们知道上帝爱世人，就把他的独生圣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咱观察世上各式各样的宗教，有对一个教主会当对咱提供这个疼呢？我们观察世上各式各样的宗教，有哪一个主教？有哪一个教主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个爱呢？遐人手所做的神明，究竟为着咱做啥物代志呢？啥物嘛无做。那些人手所造的神明，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呢？什么也没有。世上的宗教只是要求信徒做一大堆的善事，来显扬人家己的骄傲哪定。世上的宗教只是要求信徒做一大堆善事，来显扬人自己的骄傲而已。总是咱这位搁真搁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顶为咱成全了一切。然而，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一切。咱只要用心相信耶稣基督，就白白得到救，这才是恩典。我们只要用心相信耶稣，就白白得救，这才是恩典。这才是真正得救的福音。这才是真正得救的福音。所以，咱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拢是蒙受福气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都是蒙受福气的人。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心互灵恩感动，人就会伫上帝面前拍败落来，认罪悔改，空虚的心灵就会得到满足。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心被灵恩感动，人就会在上帝面前俯伏下来认罪悔改，虚空的心灵也得到满足。忧伤的心嘛，要得到安慰，就必然得到伫主内面的喜乐。忧伤的心就必得着安慰，就必然得到在主里的喜乐。圣经描写大卫，伊一个听讲要去做礼拜的时阵，就真欢喜快乐。圣经有描写大卫，他一听说要去做礼拜，就欢欣快乐。咱来到礼拜堂有喜乐无？我们来到礼拜堂有没有喜乐？如果一个人来到上帝的殿，是为着要有关系找背景，把圣殿当作买卖找对象谈恋爱的所在，伊就袂有真正的喜乐。如果一个人来到上帝的殿，是为了要拉关系找背景，把圣殿当作买卖找对象谈恋爱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咱来到上帝的殿中，乃是要存单一纯洁的心，要来敬拜宇宙独一的真神，要来仰望伊的荣光。我们来到上帝的殿中，是单纯着一颗纯洁的心，我要敬拜宇宙独一真神，要瞻仰他的荣美。要用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惠，要来得到上帝的祝福。要用信心领受上帝的恩惠，要得着上帝的赐福。
咱爱用祈祷的心来承受上帝所赐咱的力量甲智慧，通互咱伫世间的日子会通应信益人，造就别人，起造家己。要用祈祷的心来承受上帝所赐的力量与智慧，好叫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容神益人，造就别人，还有建造自己。咱来做读第7段腓立比书。我们一起来读第7个经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事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迄个伫咱心肝内咧动善功，迄个人是谁呢？就是上帝伊家己。那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的是谁呢？就是上帝自己。上帝今仔日伫伊每一个囝儿的心内咧做工，这是咱爱清楚明白的一个重要的真理。上帝今天在每一个他的儿女心里做工，这是我们要清楚明白的一个重要真理。上帝用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了咱。上帝用他独生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们。当咱信主蒙恩得救了后，上帝要继续做工，直到成全这个工。当我们信主蒙恩得救以后，他还要继续做工，直到成全这工。伊拯救了咱的，就要拯救咱到底。他拯救了我们，就要拯救我们到底。上帝要甲咱成做一个器皿，来彰显伊的荣耀。这原来是上帝伫咱心上的美意。上帝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器皿，来彰显他的荣耀。这个原本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这也是咱为什么每礼拜拢来教会组织做伙敬拜伊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来在教会聚集在一起敬拜他的原因。因为上帝的美意要借着这个善功来表明，就亲像咧起一座房屋。因为上帝的美意要借着善功来表明，就如同盖一所房子。基督徒的心中就是上帝的殿，圣灵住伫咱的内面，也要甲咱起做一个灵宫，一座圣殿，要甲咱搭一个帐棚，伊要徛去恁内底。基督徒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建造一个灵宫，一座圣殿，支搭一个供他居住的帐篷。所以呢，上帝一定爱兴起动工、干工，一直到伊的计划伫咱的心中来完工。所以，上帝就一定要兴起动工、监工，一直到他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完工。这几十年来，伫西方的国家，有真侪人受到物质主义的影响，已经真少去到教会做礼拜啦。这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有很多人受到物质主义的影响，已经很少到教会做礼拜了。有人讲，因为一生敢若有3摆来到教堂。有人说他们一生只有3次来到教会。就是拄要出世的时阵。爸母甲伊抱入来做婴仔的洗礼，就是刚刚出生由父母抱来做婴儿的洗礼。第2摆是结婚的时阵，由男女宾相伴娶伴嫁，甲伊揪入来举行婚礼。第2次是结婚的时候，由男女宾相陪伴拉进来教会举行婚礼。第3摆是死了后，互人押入来做追思礼拜。第3次是死了以后被人抬进来做追思礼拜。一生中敢若来3摆，一生中只来3次，而且拢是被动去用抱入来，去用诱入来，去用压入来，这个光景实在真可怜。而且又都是被动的，被抱进来、拉进来、抬进来，这种光景实在是很可怜。请咱来读第8段圣经阿摩斯。请我们大家来念第8段的经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2条羊腿或半个耳朵？属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塔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伫阿摩司3章有讲，一个人得救就亲像一个牧羊人对狮仔的喙内底抢救出一只羊仔，结果呢，只抢救两只脚甲半个鱼缸。在阿摩司3章有提到，有一种得救的人，好像牧羊人从狮子口里抢救一只羊，结果只抢救2条腿和半个耳朵。一只羊仔本来有4只脚，救2只脚，只有1/2的。一只羊本来有4条腿，救出了2条腿，
只有1/2。一只羊仔有2个耳孔，救出半耳孔是1/4。羊有2个耳朵，救出半个耳朵是1/4。意思就是讲吼，这种人的得救，不是完全的得救。意思是说，这种人的得救不是完全的得救。一只羊仔敢若2只脚是袂当行路的。一只羊只有2条腿是不能跑的。1/4的耳孔听嘛听袂清楚。1/4的耳朵听也听不清楚。这种人来信主，敢若有一半的信心伊听到听袂入去，行嘛行袂出来。这种人来信主只有1半的信心，他听到听不进去，行也不能行出来。就亲像雅各书甲咱讲的。就如雅各书说，我们读第9节。我们一起读：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种的信心呢，就亲像马可福音第5章有讲到，一个管理会堂的人叫做雅伊路的人。这种信心好像马可福音第5章讲到一个管理会堂叫做埃鲁的人一样。这个雅伊路有一个独生的查某囝破病得要死伊赶紧来叫耶稣去为伊祈祷。他有一个独生女生病快要死了，赶快请耶稣为他祷告。耶稣去的时阵呢，伫半路拄到一个患12年血痨的妇人人。耶稣去的时候，在半路上遇到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这个妇人人偷偷甲耶稣的衣襟甲伊摸一下，伊的病就好去他偷偷摸耶稣的衣裳，病就得痊愈了。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有能力对伊的伸张出来。人若摸到主的气力，什么病拢会当得到好。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主，有能力从主的身上出来。人一摸到主的能力，什么病都医好了。因为耶稣伫半路有这个恩泉，所以主耶稣袂当随时赶到迄个雅伊路的厝。由于耶稣在半路这个耽搁，未能立刻赶到雅伊鲁的家。有人来甲雅伊路讲你的查某囝死啊啦，何必再劳动先生呢？有人就来告诉雅伊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劳动先生呢？”所以呢，耶稣行一半的路，因就叫伊讲唔免去啊。有人讲这种的信心啊，做半路的信心。所以耶稣走了一半的路，他们就请他不必去了。有人称这种的信心就叫做半路的信心。耶稣是要去替伊解决问题，当伊行一半的路，人就甲拦阻，讲叫伊唔免去啊。耶稣是要去解决问题，但是当耶稣走了一半，有人就拦阻他不用去了。因为认为讲问题已经无法度解决了，人拢死去啊，为什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认为问题已经无法解决，人死了还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主的灵是无限量，主的慈爱是无限的，主的气力是无限制的。但是主的灵是没有限量的，主的慈爱是无限的，主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这种半路信心的人，伊唔知影讲耶稣会当叫死人搁活。这个半路的信心的人，他不知道耶稣能叫死人复活。这个故事说明讲，假使一个人若咧祈祷耶稣来做一件代志，但是主呢，亲像还未有答应，也是中途有啥物阻挡拦阻，伊就马上放弃祈祷这种就是半路的信心。这个故事是说明，如果一个人祈求耶稣做一件事，但是主好像没有答应，或是中途有什么耽搁拦阻，他就马上放弃祷告了，这个就是半路的信心。咱应该知影，耶稣基督会当叫死人搁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能叫死人复活。耶稣基督会把迄无可能的变成做有可能。他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咱唔通伫代志进行一半的时阵，就放弃走开啊。我们不能在事情进行一半的时候就放弃跑开。所以呢，基督徒爱省察家己，唔通落入去迄个半路信心的光景内面。因为主若是愿意，就无有一件事袂通无可能。所以基督徒应该要审查自己，不要落入半路信心的光景中。因为主若是愿意，就没有一件事情不可能。保罗甲咱讲，咱请读第10、第11节的圣经。我们再继续读亚伯拉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求主加添咱的信心，会通带着全备的信心来奔跑这条信仰的路途。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能够带着全备的信心来奔跑这信仰的道路。同款的，假使咱
敢若有即个半路的信心，常常借故啊，无来教会做礼拜，无爱常常来教会的上帝的圣殿。同样的，假如我们只有半路的信心，常常借故不要来教会做礼拜，不常常来上帝的圣殿，咱的信心一定会软弱、冷淡啊，倒退，慢慢啊，甚至会跌倒，会失丧，来落入魔鬼撒旦的网络。我们的信心必然软弱、冷淡、退后，甚至慢慢会跌倒、失丧，落入撒旦的网罗里。这种的人生就会侪侪受苦楚。这样的人生就会多受苦楚。所以呢，咱若要得到主的平安的喜乐，咱就要时常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所以我们要得到主的平安喜乐，就要时常来到耶和华的殿中。上帝必然咧用以圣经话名的话语，通过圣灵，互咱的需要得到满足。上帝必然要用他的圣经话语，通过圣灵，使我们需要得到满足。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虽然咱个人会通伫咱的厝内底单独来灵修来祈祷，所以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虽然我们个人可以在家里单独灵修祷告，但是主日呢，礼拜主日就是上帝应允要甲咱特别约会的日子。但是主日是上帝应许我们特别约会的日子。主日呢是上帝特别祝福的日子，主日是上帝特别祝福的日子。所以咱伫主日来参加教会礼拜的聚会，就会得到更较大的祝福。我们在主日来参加教会礼拜的聚会，就会得到更大的祝福。也会通伫教会团契内面学习彼此相听，分享生活来印证咱的信心。也可以在教会的团契中学习彼此相爱，分享生活，来印证我们的信心。来见证咱的疼心，来见证我们的爱心。安尼讲，咱读12节。圣经说我们来一起读，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咱唔通像多马。我们不要像多马。伊有一摆无参加到聚会，就失去甲国外主见面的机会。他因为一次没有参加聚会，所以就失去与复活的主见面的机会。互伊伫迄礼拜内底，拢无平安，迄种心情非常的痛苦。使他在那个礼拜中都没有得到平安，那种心情实在是很痛苦的。最后就是讲，伫基督内底得到安息。第三点，在基督里得安息。请咱读最后一节圣经。请我们一起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有2种的安息。马太福音第11章有2种的安息。一个是28节的得安息。第一个是28节的得安息。一个是29节的享受安息。另一个是29节的享安息。得安息的，就是讲咱信靠耶稣基督，靠着救主的宝血清气，把咱对罪恶中讨放出来。得安息就是信靠耶稣，靠着救主的宝血洁净，把人从罪恶之中释放出来。是免去第2摆死的审判的罪行，咱生命中有得救的盼望，生命会当伫主的内面得到安息，叫做得安息。是免去第2次死的审判罪行，生命中有得救的盼望，生命可以在主里面安息，叫做得安息。另外一个是享受安息。第二个是享受安息。就是咱伫生活的顶面呢，咱背主的担，学主的款式。就是在生活中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因为主的担是快的，主的担是轻的。因为主的恶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咱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咱就爱靠主的恩典得喜乐。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靠主的恩典得喜乐。咱只要伫十字架的亚坎的下面，咱遵趁主的旨意来行，就要伫咱的生活中放下一切重担，就要伫主的恩典内面得到安息。我们只要在十字架的遮盖之下，遵从主的旨意而行，就必在生活中卸下一切的重担，就必在主的恩典中得享安息。这也是伫生活顶来靠主得胜一个信心的凭据。这也是在生活上靠主得胜的信心凭据。咱今仔还佫有真侪基督徒，敢若有得到安息，有永生的盼望。我
我们今天还有许多基督徒只有得安息，有永生的盼望，但是伫生活顶面也无享受安息的喜乐，但在生活上还没有享受安息的喜乐，所以无办法来享受主丰盛的应允，所以没有办法享受主丰盛的应许，无办法来倚靠主的恩典过一个喜乐见证主的生活。没有办法依靠主的恩典过一个喜乐见证主的生活。这实在是一个信心软弱亏欠的事。实在是一个信心软弱亏欠的事。求主怜悯咱，互圣灵一步一步甲咱带入去伊的喜乐的内面。求主怜悯我们，让圣灵一步一步把我们带进他的喜乐里面。互咱有信心活出喜乐的见证来荣耀上帝。使我们有信心活出喜乐的见证来荣耀上帝。感谢主。感谢主。这是咱请来唱回应的诗歌。这时候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亲爱主牵我手。